混账！公子，真的是你！公子，双儿终于找到你了。是你。你怎么来京城了？自从那日与公子一别后，双儿的三魂七魄都在公子身上。双儿一直惦记着公子，茶不思，饭不想，也不再见其他客人。妈妈把我赶了出来。双儿一直都在流浪，走到京城已是身无分文，所以只能在这酒家做工。双儿四处流浪，身边也只有这金龙陪伴身，纵是再困苦，也从未动过他的念头。只想有一天能当面见到公子，牵手将这玉佩奉还。真的是苦了你了。双儿不苦，双儿今天已经见到了公子，也是达成心愿。双儿此生无憾了。公子，双儿就此拜别了。等等。风筝怎么断了？这怎么办啊？这是好事啊！记得书上记载，有些地方的人放风筝，专要剪断风筝线的。这样呢，风筝就会带着霉运飘远了。晴柔，这说明你要开始走运了。呵呵，遇见你我就没好运过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的意思是，现在风筝断了，还有什么好玩的？等一下李章过来，自然就有好玩的了。就你会卖关子，切！表哥哟，时刻都忘不了你的表妹啊！表哥，这就是你说的好玩的。王爷，杜姑娘刚刚到府上找您，见您不在，便询问我您的去向。我也是没办法，只好告知了您的行踪，请王爷恕罪。罢了，来都来了，李章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们去前方琅琊台休整一下。是。你小心点行吗？知道这琴有多名贵吗？有多名贵？是绿蚁琴还是交尾啊？这么说，晴柔姑娘对古琴有如此的见识。那不妨让我等见识一二。谁规定见过猪跑就要吃猪肉啊？不行就闪一边去。切！
余音袅袅，绕梁3日。几日不见，表妹的琴艺又精进了不少啊。大哥啊，你听得出好坏吗？我是粗人一个，怎么会懂得琴瑟音律啊？表哥，你上次说要教我那首古曲，趁今日雅兴，教于我可否？今日高兴，就教于你好了。好啊，好啊。好听，好听。表哥，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一起弹奏吗？不如今日我们就试一下，合奏一曲如何？还4手连弹，你以为你们是朗朗周杰伦啊？切！别以为皇上赐婚了，你就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。我们的感情是你比不了的。表哥现在，估摸也就图个新鲜。就跟这根香蕉一样，不新鲜了，也就只配扔掉。也对，也不知道是谁为了图个所谓的新鲜，就把那么多年的青梅竹马给扔掉了。你这青梅竹马到底多无趣啊？啊！